我哋就睇一睇住客點樣描述漏水狀況。好，係。咁咧，其實咧就我就係樓上嗰層噶嘛。係。咁咧，而家咧嗰邊咧就試緊水嘅。咁咧。呢個位置樓上天台露天嘅。係。上面露天。OK， 好。不過呢度咧，呢度咧其實未試水之前已經咧漏緊水嘅。之前係漏水嘅。呢個位置嘅濕嘅位置。係啦，呢度就冇漏水嘅。係之前都話有少少邊位滲水，所以做咗3次防漏嘅啦個天台，而家做緊第3次試緊水。OK。係啦，到咧開頭嗰時咧，到因為未浸咗上面，即係浸咗上面，佢可能上到去上面容易講啲啦。咁咧就係唔緊要，嗱，不如咁上去再講。啊，好。上去再講，唔緊要啊。即係你呢度有啲咩描述，我照錄低咗，方便啲我做嘢啫。咁最主要睇係依間房嘅啫。唔係啊。呢啲都睇埋。呢啲其實睇下邊度仲有滲水咯。其實最緊要係露天就即係理唔到㗎啦，即係咧就佢嗰啲吸咧就吸到露天係。哦，唔緊要。嗱，其實或者咁樣啦，我先講嘅就係你個目的就係想而家睇睇究竟有冇滲漏個狀況。係啦，唔係睇仲有幾多滲就一定有滲㗎啦。係。睇滲喺邊個位置最多。明。係啦，如果唔係，我要拆咗上邊再做過啦要。得 ，OK， 好，好。紅外線顯影下，漏水無所遁形，確認漏水位置再進行工程，先可以真正解決漏水問題。漏水其實一個好繁複嘅問題，如果胡亂去做工程，睇唔到會解決到問題。所以如果要解決到漏水問題，首先應該揾漏水專業人士用唔同嘅儀器，確定好漏水問題先至定點做工程。如果唔係，只會浪費時間及金錢。K21 漏水檢查預約WhatsApp 92185392。